这个立法院审查国会改革的法案，郭建明是为青鸟行动包围立法院来赞声，但是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大党啊，希望民众莫去抗议。这是毋是表示赖清德甲郭建明的看法无相共呢？结果郭文泰就讲话咯，伊讲恐惊未来会出现着民进党版本的马王政争，这是引发着郭建明的不满，反呛这个民众党未有马王政争啦。颠倒是黄国昌会甲你郭文泰来取代，黄国昌佫呛回去咯，讲郭建明正咬黑白讲，嘛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咯。跟着你等不到民进党的马王战争，民众党也不会有啦，因为黄国昌就是直接把你干掉，何必战争呢？这话是对郭文泰讲的，因为谈到今年3月，郭文泰撰文当街食道时，当面甲撰文提起，爱说理出民进党版本的马王政治斗争。要看赖清德跟柯建明两个人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一条相处的方式嘛。争到创刊机会，因为国会职权修法上尾一个时刻，郭建明呼声家己的国家、家己球帮青鸟行动包围立院遐朝会。不过同一个时间，行政院长杜英泰爱民众卖主席，郭建明回叫爱说理民众党后院释会。取而代之啊，所以柯文你自己小心一点就好了，好，不要自己家里烧火还在看天边的彩霞。柯建明啊，信口开河，胡说八道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。毫无理性的泼粪发言，其实没什么回应的必要。立袂出招，拢是要人到小家，看朝野叫嚟高峰，郭建明发声，韩国瑜敢会当更加放落弄。我们不断的施出橄榄枝，甚至讲到拜托去了。也拜托韩国瑜，这就是一句话，一个念头而已。伫咧记者会交战，让大家看到朝野气氛是不加紧张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